词。表演者有丽雅、庆瑜、艺婷、静涵、静明、子珊、玉晶、文燕、艺兴，还有沈老师等10位。表演的曲目是《青花瓷》。有国小也有国中啊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场次中即将要进行的智慧竞赛是1分钟与1分收获。场业组第1组参赛的队伍有第1道科研队，第2道科技，第3道统一实业，第4道研究分析，第5道食品工程业，第6道食品实业，第7道市场研究厂，第1道科展实业，第9道统计企业。好，选手加油！掌声鼓励非常好听的青花瓷。是。